谢谢谢谢。感恩主笔，请点拍摄谢谢。请到各位昨天给到各位早上各位参会昨天大家晚安。感谢晚安。今天这个讲述培训我想那个看片结果上这个做环境当然也跟讲大家做学习这个来做环境，对这个63页63页咱大家注意但是点钟等下分享应该思维时当方法，不可将军随出至广州发生时，并印从法师讲感灭环境时，有风吹翻动一经法风动一经法翻动，理论不以为言进法，不是空洞，不是翻动，人家心动，一种发言。当然，讲到这段就是讲，因为咱知影，六祖慧能呢，因为伊领到了这个五祖伊这个证了后，五祖的当中呢，叫伊三去看就来入去到这个这个五祖看伊这个详细所以这个当中呢，因为出去了后，因为哈拉当中呢，住了15年所以这个当中应该这个时阵已经离开了这个对杀大家要对杀的这个概念所以咱对这段看下当中呢，就是讲过去，而且有到中的当中，这应该是当朝的时阵而且前几年的时阵，迄阵二六四的内底当中为着要侵犯的内底当中，要侵犯迄个法规的内底当中所以本来是一群人原来是这个不择手段，所以六祖慧能听到了五祖伊来到尾遁入海了内底当中，伊内底迄个时阵呢已经过15年，所以迄个时阵咱到这个当中一思维是当方法不可中分迄阵咱这个六祖慧能随时伊去到五祖的这个证了后，已经帮这个哈拉内底当中，咱拄则讲已经15年有一个当中呢，伊去思维就是讲，伊去想着思就是讲，伊想着过去咱迄个伫迄个五祖来交代的代志，时当方法不可中断时刻方法应该这个方法，这个时间已经到，不可中断咱知影当中已经20年了如果今仔日继续就是讲这个永远遗失，永远怎么安尼袂使，所以呢，伊是迄个方法而生所以呢，相对的这个15年内底当中，应该离迄个对伊的这个对杀的这个概念已经已经消失。这个解释就是讲，这个因缘应该衍生出来的方法而生。
咱看到一段内底当中啊，咱就感受到，你修学过内底当中，当然迄阵是当上是有1000有1000几人，那1000几人内底当中呢，所以那以即个做规定，伫身体咱甲看起内底，迄人真正要进入伫心性，了解伊心性会感觉即点人啊，拢总是无可能。所以咱知影当中，咱讲行家易出所了吼，变出有没有？所以咱知影当中就是有就是咱做规定，会当得到，会当了悟到即个无做伊些法门。所以呢，虽出至广州发生时啊吼，即个广州发生时呢，因为咱知影就是讲为广州府啊吼，城内一个西北一个西北，因为即个所在咱大学有哪甲去，即个时阵呢，应该是差不多20几年前，咱有去，但是了有一个迄个做规定马新菩提迄个所在，听讲迄个马新菩提甲是目前中啦吼，要死也袂腐烂啦。过去共产党的时阵，听讲的是人要甲迄个马新菩提要甲毁坏掉的，但是迄阵听讲习近平因老爸过去那是一个将军啦吼，所以咱了讲即个马新菩提即个会使毁坏。因此呢，保持着咱的时阵即个做规定即个完成的马新菩提的迄个所在吼，所以咱若有时间咱就甲去做一个参拜。所以咱本来是清楚咱迄个雪松老师吼，就会叫咱同学去看迄个所在，但是咱了呢，因为无信息迄阵无去。所以呢，这是广州发生时吼，伫印宗法师工作环境啦吼，即个印宗法师要甲讲起伊内底后壁有解说啦吼，伊是一个江苏无关人啦吼，江苏无关人，以研读业环境出名人，伊年78岁完结即个印宗法师啦吼。那印宗法师当中呢，因为当然甲讲起，伊咧研究一本经典，是日本经。当然咱知影，离佛一生的说法内底当中，最后一个经叫做《遗教经》。即个《遗教经》人讲叫做《涅槃经》啦吼。所以呢，伊一生的说法49年内底当中，咱知影就是汉经，伊讲17年。那黄帝经，因汉经就是讲小乘经典，黄帝经伊讲8年，那黄帝经就是要讲大乘经典啦吼。那因为发这经有600万，要得用22年的时间讲一部的黄经，22年，到尾一部经典，叫做《法华经》吼，这部讲7年，用7年。但是呢，因为这学题是多40方面，但是到了这部《涅槃经》就是因为分得完结的当中伊的地主当然问得那分得，伊今日离婚的这个离婚关系，但是你要帮咱这个这个地主原来以什么人以归要安怎以什么人？所以迄当中，这本业环境内底当中呢，伊交代较诚详细。所以这部这环境要得用1年1日伊的时间来讲定这部这环境。当然，这部讲煞了后，伊即时来完结，就来已经来这个涅槃圆寂涅槃。这是一个圣人一个不得来到这个世间，一定是要走，来去伊说清楚，伊清清楚楚，因为伊嘛无忧嘛无虑啦吼，
所以伫个当中呢，了解一个圣灵，伊来讲世间人，所以伊无世间即个事实上去来连来着，所以咱就当了解讲通达明白啦吼，即个是当中。毋过呢，即个印宗法师呢，即个人当然因为伊最主要研究即个方面，当然咱知影过去日佛教的弟子啊，要大家即个弟子要讲三宗12部经啊，内底所有经卷内底当中，所以大家拢会当通得三宗12部经的法师啊，嘛毋是讲介济啦吼。那为是专讲某一部经典袂当讲妙经佛教的弟子。你讲佛教弟子伊还是分项，你讲佛教讲三宗12部经，到底力量要做一部？真正明白嘛毋是遐尔简单。你今仔一部金刚经，你离泰国人倒过来OK。所以呢，因为伊后边为迄个法法师，伊就专讲法华经，伊法华经讲3000部，这是因为当然，即阵迄个法华经法师伊专心去研究一部物件，所以这个印宗法师伊专讲一部法华经。伫迄个时阵呢，迄个时有风吹翻动，甲有一种风动，是翻动，人家心动啦吼。伫即个动的内底当中啦吼，伫当时，伫伊咧当中迄个时阵，有风吹即个翻动啦吼。即个翻动伊解释得真清楚啦吼，是一种长条形成大的基础，其实是用来基础的法本啦吼。咱若迄个咱看到迄个面动迄个三角迄三角角头尾尖头大迄落像即款的即款的咱是安尼咱是安尼咱是即款的，咱是即款的机仔啦即款的因为伊材料，咱要看到即个物件，你伫迄个装的内底当中因为装即款物件当中较常咧用拢插伫拢插伫迄个拢插伫楼顶。即款机仔就是讲因用来咧机用来刻写。咱若较思考一个印象较早有一个迄个，咱伫迄个高铁的一个迄个恩赐、因赐因赐较早高铁当书长因赐当中呢，因为较早因为伊当书长落来的时阵，有人去甲翕因赐的迄个伊白装的楼顶，所以伊楼顶当中呢，香蕉就插出去插出去。因此你若有印象进前的当中迄个咱面试有去到过来，做电视机来翕安尼对即款机就是咱拄则讲，因为伊就是咧机是因此伊本身就是一种因此本身种当然，伊今日一个遮尔大的这事业，国民党投来了后，伊会当做高铁董事长，伊嘛是有少着份力，插好一大堆啦要来祈福刻写，但是咱想有较别去啦所以这个是一个新闻啦所以这个当中呢，有风吹翻动一种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出家啦的情侣有风动，那一种完全翻动议论不已当然，一个讲风动，一个讲翻动，因为这个讲法应该伫咧道中来讲起来，甚至于佛教中来讲起来，嘛是敢若是一个真正热门的话题大家讲是风动、翻动、翻动、风动，这物件，人家心动这个物件当中就是讲，咱若做为的伊就是无经过无去因为就是因开门见山。
对直接就讲到对性性物件。所以今日咱常时无咧讲，缘起也无好歹，缘起因缘所生发的物件，其实迄拢无好歹，因为你的心有咧动，含咧无有关系。你的心若无咧动，含咧即点关系都总无。所以即点当中，咱学法的人，咱一定要知影，是咱遮尔咱一个事物，是讲事物咧动，是讲事物咧动，还是咱的心咧动？其实若要甲讲起，一切的缘命的物件，即拢是一种缘命性物件。咱常说讲缘命少家，缘灵缘命少家皆有份，皆有份。缘命少家迄个皆台阶的阶缘灵少家皆有份迄个缘命，迄个命咧少家加到无，迄个台阶当然无份所以后来一句什么心安怎我唔知就是来讲，咱今日来知影。所以一切凡所有相的物件，其实若咱的心无去甲影响着，咱的心无去甲领略着，咱的心无去甲攀缘着，所有是是非非、长长短短，拢总含你即个亲像心无关系。含你即个亲像心无关系。但是有关系就是咱攀缘心态，咱的攀缘心态。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只谈机无业，莫谈太缘业。只谈业，一切诸事因缘，是拢来自咱这个心物件。因为咱这个心有去甲攀缘，无论咱甲你讲好，无论咱甲你讲歹，咱甲你讲是，咱甲你讲鬼，咱甲你讲孬的，这完全和你拢总无关系。所以咱说话讲，咱知影。因为伊家讲，气心平外天，回光照来天，北风吹不动，春之春之回忆，必衰不落。因为这这种物件，连东方也袂讲。但是因为伊讲出来了后，这个回答是讲爆开，是不是安尼？什么在讲？一句听起来爆开，你赞袂了？迄个春之回忆，必衰不落，这个物件讲起来，这是意境充满的，安尼啊？伊讲的归讲，但是伊的意见伊的意见，所以呢，圣人你看是看哪？圣人是看相，圣人是看心，看到对咱贴心。凡夫是凡夫是看表象。所以咧，修学过内底当中咱一定要对人做回应。回应之关，不是放动，不是反动，仁者心动，一种合一。回应意味当中，你回应，因为伊伫拍人15年内底当中，咱就讲起来，要听什么人说啊？要听什么人讲？迄基本上，咱若一个15年，咱若无学法，你讲叫咱讲即个道理，咱真讲无啦，对不对？但是咱人做回应，咱知影伊是地中国的转世，当然伊角色合作来，迄叫做辅助。随时讲伊拍人内底当中，何其出现本自辅助，何其出现本不性的，何其出现本自清净，何其出现本不动的。所以呢，因为伊不论伊对一个所在，伊对一个环境内底当中，伊辅助，伊清净，伊不重要，不是的。所以伫个当中呢，咱知影规个伊当然随时拍人15年内底当中，伊入来了后，伊就直接甲开门见山。所以一种发言，就是讲，因为这阵二者反动甲二阵人伫迄个所在，听一个当中非常的精力不良，非常的惊，就是讲，我即个当中讲这个话迄个副教授有一句讲狮子火，迄狮子火讲出来了后，头拢惊死了。你一句话了后，大家拢总会是人伊这咱哈哈的有上上题，上上有有题，你一句话讲出来了后，大家拢念，大家信，
你讲这句话来了嘛？所以这句话你好告诉我们内底人了，这句话叫思维，就是讲出来了后，拢会当念出来个人的心。这句话就是讲，若做为人一讲出来了后，所有一种，这个一种是一个意思，一种伫遐当中这阵人，拢会念出，可见就是讲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惊，哇！你这个若要讲A啊尔，有啥物物件，但是你这人讲话，一讲就惊死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信仰，来，咱们继续印中言之常识，常识，经结恶语变为言，言干无东不由文义总文因者并非常人一文讲话依法人来或是因者为连法不敢，总有是作的，各项传来依法出示代表。这个当中因为印中法师言识常识，这个言识常识就是讲，这个常识就是一个尊贵言之常识，去到迄个咱灵魂教上做讲迄个发王者，比如讲今日一个法师咧讲，有一个迄个发王者，你是讲，你是讲人家法师啦所以工作当中，你头前拢一定要甲排一个法王，所以你像迄个你像啥物迄个政府法师咧讲啦还是什么法师咧讲，头前拢一定要排庄严诶，甚至有迄个写头前后只摆做头前摆较细分，过了这当中迄个法王所摆摆，迄个出庄严安尼对啦迄个叫做法王座，迄个叫做上师上师就是唯有就是迄个法师咧坐，袂使去个是迄个上师，会使来坐迄个法王座对啦经结恶意经结的征询伊迄个奥妙的道理，因为伊听，因为咱好讲内行人一开口，人家便是有名，是不是呢？你以前出做你若去听者人就讲去做我其实在拼差不多迄个人讲话很少，大家泡我很听这个你明显来讲因为伊出嚟，伊虽然伊表现比较看起来，实在也毋讲足颠倒迄类对啦足重要迄类，但是伊开起了后，其实迄个法就当变出人心啦，迄个安尼啦所以咱逐做为人，你甲看起来，你若伊看到伊个发生破题啦伊是嘛假个若散跳因为这个破题是安尼嘛，现在讲咧，因为伊是离迄个插板，伊若要清理时，就拔起来摇少，拔钥匙嘛，摇少嘛，你摇少咧，讲嘅就是伊无够重嘛，散嘛，对不对？可能比早时较散，比早时较硬所以咧，伊咧讲，但是虽然讲伊是一个不可以上出人不可以上出人人有上出去所以这个话开出来了后，因为印度的属于知影，这个人是无简单的人，这个人真正有物件所以你想当时，咱会叫伊，咱什么人？祖国叫伊，应该一开出咱就知影，这个人讲话中文靠对一个所在，是毋是安尼？当时咱知影，什么物件达摩来的时阵，牛乳地，甲什么物件？英国迄个生活法师，维克嘛，因为讲出来了后，因为什么人知影？当然，这个达摩大师达摩法师有了解，什么人用什么材料，什么人用做一个伊足清楚的物件，就对我今日合作为人来。
时也袂表达，因为伊伊身份也袂晓表达啊。人甲看见，咱甲看一个闪闪乌乌黑黑两个，你后头嘛一个天咧，一个天发的咧，你是运动还是把天发的咧？对不对？所以迄个时阵，伊无，但是伊讲出来了后，无讲，毋知伊个内容，伊讲出来了后，别人就知影伊个内容。讲较歹听，而且人哋讲出来，人听嘛听不少。是咱的意境差，真正差出来。所以这就等于讲，印中研习常识，经济奥有学问啦，争取奥义，你了解伊那个深解意趣奥妙的道理，见为人言干讲不由文义为人作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拢无经过文义，所以当时的姓名吴秦忠吴秦忠吴秦忠当中呢，因为伊当中呢，迄个当时人做戏的当中，这个吴秦忠咧讲咧环境嘛吴秦忠迄个人做戏的即是甲解说伊个文义吴秦忠就开始咧问伊讲迄个文义的文义但是合作讲你怎么写你就请问你若要问我文义我无读册，但是你若要问我的意义，你就请问吴秦忠就讲艺术不是本地文义，你的文义都毋捌啦，你才知意义。伊作简单一句话讲，自本名利，这作简单一句话讲，厝就经过了伊的，这句话就经过伊的知识，这句话就对伊的定义才描出来，作简单，但是言简意言简，虽讲出了，我经过着思维迄个物件，就参考咱过去啥做讲出来讲，一只车驶入一个红磡，驶入到红磡叫加料的，加料你也袂知也袂着，大家用作些办法，要用车的拖嘛拖袂出去，要跳嘛袂跳去，加料你来跳去，一个囡仔来讲，无咧风通放一步。风能够放，加入这个安尼，伊过了后，当再来管嘛这种简单嘞，咱想咱逐做安尼讲一句话，咱讲咧，思虑就不重要咱就想者，想较做复杂，想较做复杂，遐复杂拢叫做改，做简单的一句话，毋免经过咱个知识所流露出来，所以做人乱刀见性。反正变成呈现，所以这个问题就咧讲，为了言简意赅，这个言简意赅，无经过你的复杂地位去生出来物件，所以对伊的地位直接，拢直接流露出来物件，所以咱想啥呀？迄个知识是互咱的地位愈增加复杂，所以咱就会讲识得识嘢识获得识获的，就是讲，今日你的知识愈强的人，互你的地位愈复杂，才能讲安尼咱大家都学了少济，变成咱地位都变得复杂，所以若是愈学愈简单，安尼愈学愈复杂，敢是安尼所以就是就是咱的地位提升起来，种叫做以识论言以事论人，以识以识论以识论言咱依着识依着这个识，你论的这个人好这已经差足济去。那以识论言咱已经差足去。咱要以什么呀？以为原言以为咱原言的人来看一下，安尼咱真正来看到一个人的内涵。因为你识会看到会看到伊的地位，你会看到伊经济，你会听伊的口才，你会看到什么物件？因为这识就是咱看这物件。
变嘛吼，会分别一个人啊，一个有钱、有地位、有什物件、拢即个物件。啊，你看嘛，意识来论是毋有关系，但是意识规，即个规就是哪？即个规就是关照的意思。咱就是时阵咱伫金融界迄个关照，关照即个人，哦，即个人，伊哪关照伊心理，哦，看伊心的意境，所以呢，识我都看到伊意境，咱的关照啊，我关照伊意境，所以呢，当然内面当中叫做文书，书就是讲关照意思，哦，文书修正就是讲关照意思，啊，所以呢，咱伫遮当中，建会言感动，即个来讲无复杂，这是单纯，这是一个复杂的物件。不由文语，免得对文语来。中文经者地位上面，救援方面依法办理，不是经者吼，即句话印象法师的规文印刷来讲，经者地位你毋是一个普通的人，后你即个人吼，可能有相当的地位，所以跟你讲，就我拄则讲的，因人一个信任，我想讲的，看分拢相像的，对不对？我看拢相像，菩萨看菩萨是拢相像，拢相像嘛。所以伊即个意境，什么意境就发出什么意境嘛。那印象法师伊讲啊，何为相应？当然，伊意境嘛是足悬的物件，怎看这个物件发叫？就咱常讲，历经风景，什么人看不得意看叫抒发起来。伊解放袂个，我你叫一个人要解放买来，我就讲的物件，叫你解放买来。啊，你都唔知伊的意境，你喺这边讲出伊的意境出来，无可能。所以就讲贤者地位上见，伊唔是一个普通人，总有总理救援人员依法办理。自过去自久，我就听到黄梅主书啊，依法办理。所以这个伊，咱我过去我咧讲，伊就是叫做三义，因为过去国家伊就传落，就传三义，就叫传啊，金家嘞，伊都有生安和会这三种。哦，因为讲到这个当中，咱变做啊实践，啊这嘛讲到不人嘅。哦，增加的就是福田义，啊咱中国法官咧叫做大义，福田就是讲，这样义前真啊就是见皇帝。见代神，还是你穿这件衫，就是出去咧化缘福报，因为人互你的物件，你也互人福报，所以你今日你要讲化缘，你袂使穿那女装衣甲做衣出，那安尼，你这个不叫有机来，所以这个叫做福田衣，啊叫做印度的叫做增加礼，但是安头的就叫做做衣，迄叫做五条线。叫做做衣，什么叫做做衣？因为因哪要做法？因为你唔通讲面有到下回上逐拢一摆因无代志呢。因本来去做工的，因爱去扫内面的，因爱拼内面的，因有工课在做呢。你想看去汤监里去到的时阵啊，迄个中来城市吼，中来城市迄边包括了8个的财产，下回上逐个无经营的，我看当中逐个袂拢。工地就拢飞机咧，工程指导呢，啊为着扫帚，啊伫遐扫迄土滩呢，啊为着剪草啊呢，毋是讲因逐个为啥一百因发咧上紧呢？迄无呢，因为因家己的工课呢，迄叫做做布衣，伊俩换兄做工袂啥错。但是有一个叫做入众衣，叫做伊多罗森，这伊多罗森就是做衣，做衣就是讲，迄个入众衣啦吼，入众衣就是讲。因为因也无去化缘，嘛无去咧做工课，因来听佛陀咧说法的时阵，还是伫遐听经闻法，伫遐介绍的时阵，因就一定要同人做。因为因咱入众义啊，入众义啊，吼，入众就是讲大众，也咧强修起的大众，所以伊的佛教叫做三义。你若看到这个义的内底，毋是讲一领衫，迄叫做三义，迄个内底法。依法，法就是讲会当互众生得闻到这个正法，这
正法就是讲会当传承着这个正法，那正法会当会得到，就得到生死超脱轮回的物件。但是真内底当中，这个法，那么解说就是个方法，这个物件很长，因为这个法就是讲佛道的正法，迄个正法就是讲因为国家内底当中负责达正道，就是有正见、正思维、正义、正业、正命、正德啊、正命，啊，搁一个正精神，搁一个正力，搁一个正德，这叫做正德。啊，这个法一定袂使离开迄个正，袂使离开迄个正，迄个离开个正当中偏。所以，经文顶上讲，凡所有相，凡所有相，拢是正法；凡所有相，拢是虚而不实，妄而不真。凡所有相，拢是虚而不实，妄而不真。但是，迄个法就是不啥物件？迄个法就是讲心的迄个法，叫做心法。心无离开个正，正无离开个心，迄个心念无偏离一切。咱有即处去到的时阵啊，迄个迄个这个四年，免开着这个这个青少年班，传承青少年班，有一个叫做阿玲，这阿玲，是阿玲这查某是阿玲这阿玲当中因为伊16岁就开始生囝对啦伊到至少30岁已经生3个，但已经有计3个翁了第一个翁离婚，第二个第三个过来啦第三个情况全部无来对啦但是因为过去的求道了后，嘛的参考了后，看起嘛单纯单纯。这届当中呢，因为应该抽起的时阵4年，咱就参考这个法。但是我阵阿莲，因为以前嘛文化做一个所在，甚至咱会当甲车，会当结合着中，甲用金米做伙行，甲用金米做伙办道，互去处。啥知阮去到4桥，离车顶就开始安尼，两个人录影，头前掠去到4桥咧掠袂了就对啦。我伊连从那舞两面舞到一块迄个客人才拢无去，舞到迄人才讲，伊迄个当中讲啥物评点着啦，讲爱叫我点，深点我爱点，我嘛在那点呢，伊欢喜伊就点就好啊，伊欢喜伊若安全，就是安全就好势。但是当中呢，甚至呢，把风就危险，嘛压袂了。但是我到尾我发出，这毋是外貌，这叫做心魔。外貌呢低有效，但是心魔有效。心魔嘛就解释叫胆小，叫做长期累积的积压，就是因为伊过去家己的生活内底当中，拢刺激到一个头头看去。毋知遐几斤无食药就发作病。你了那么条，毋讲叫警察来甲扣。第一名3、4点半钟去捡公米，捡到20公米，捡到头底好慢。因迄个走去吹水门咧，到我哋这边就30、7、8公里在那，走去拖拉机。第二名，迄个豆腐发作嘅，几年拢无啥无人发作嘅，2年伊个看，迄真正豆腐，迄个地方有大量啊，2、3年了袂了，一直要出去，因为看一直要出，然后出去了后，伊毋是对这个有责任，反正这车拢是，反正发生什么代志咱就唔清，毋讲叫警察来掠，要完全你家己创啊，我就电视讲送病院若要动送病院，伊会当计等于，但是我是要叫去病院，伊要等嘛等即个我毋知，但是去病院，迄个定定这就困难，你做你倒去，你病倒去走去，要放病就走，要护士7点约出去个，迄个收尾伊解释，动迄两叫走，无你走偌紧个，你讲，迄种物件，因妈妈就方便迄边来，咱讲明知，是毋是？这个查囝，要讲食菜，有咧去学者即种个什么，
拢是教育大学教大出来的。哦，甚至因为你，咱市场原来环境反正，甚至甲我怎啊，甲我听好煞。我今日而且毋是咧，伊讲靠人所享受，有基督徒出来，不是物件。所以妈妈了后，那目标的，咱就要踏踏实实，伊就是种证件跟证书的物件。各位妈妈嘛是甲你讲讲，咁就反啊，阮昨天发生这个代志，你看当作是家己的人的教，无甲放，无甲阮遗弃，啊嘛无甲阮的时阵啊看不起，所以妈妈迄个真感动，所以就唔知下面查某囝带出来，我家己我回来跟人讲，我7、8点咧，拜我7、8点咧拜访，看你妈妈真感动。哦，用的列出的眼泪来送我们走，刚才看到列出的哈，我一直流眼泪列出的哈，安那样的，所以迄个啊，因就甲上这个迄个空间，空间了我听不下你叫走出来，咱这里叫走出来，但是了我错了吼，啊，迄就是啥？迄就是我，啊，所以今日去学法。咱毋是学迄个动，即个术业有动机，即个物件奇奇怪怪的物件。哦，即个物件尤其叫我来泰国，我拄着有靠着即个物件。啊，若叫掠来吼，讲较土，讲较少啦。人讲我是志工来啊，我是什么来啊，我是什么来啊，我袂甲你讲啊。哦，啊，所以伊讲，掠我就讲，这是内幕，这是外幕。外幕有走沟通，内幕就是圣经的啦，咱讲的就是安尼啦。精神分裂症，就是讲长期内底当中啊，伊受到刺激，迄种啊，迄种痛苦。第一就是上惊，第二就是放不来，拢甲看出来。第三问题就是要当你大，第四个问题就是时间开，啊，行跑射跑，行跑射跑。第一个左边，第三个左边，啊嘛生得水水啊，哦，迄嘛生得水水啊，但是结果不是这种样。啊，所以呢，伊早头就去。目的是种些活的物件，顺动的物件。所以呢，我估计我们讲到这个法医法，人当然你想做要传，绝对无传到迄个顺动的物件，或者玩出优秀的物件，拢总是虚不实、梦不真的物件。啊，所以这个法就是正法，会当互兄弟姊妹得到正法，会当超神经通轮回，会当互伊行上了。解法，而且正道，所以会正法，而且道理就是这个物件。所以叫阮唔爱依法而来。牧师训者吼，敢是你吗？跟人讲起，敢是你吗？哦，这个牧师训者是真的，敢是你吗？为我不敢，当然总有是作弊，各请传来依我出示代表。所以这个当中呢。为了讲不敢，伊嘛无甲讲，我毋是啦，啊嘛无甲讲我是是啦。所以人一直不敢，这个不敢就是作强气的意思。哦，无因为咱印宗法师嘛是一个法师的啦吼，就讲哦，我今日是领受到了，咱唔爱做事的依法。哦，我就是要遮好法利修，啊，我就要安怎，伊安尼讲无？伊拢无啦吼，所以伊直接话肯定讲，你是接承着伊所做的依法，但是呢，伊讲不敢，吼，我唔安尼讲，吼，不简单，哦，像安尼讲吼，总有作咧，因为伫迄个当中，迄个印宗法师虽然六祖讲出来了后当中，伊嘛是一作客气，但是伊嘛知影讲无对，即个无对。所以讲讲者教伊就知影讲，伊今日去即个人唔对，所以总有作弊，哦，作弊就是讲用着一个大礼，咱伫佛教内底当中的义礼，哦，要对一个祖师来传承正法的，哦，依法祖师拢用五体投地礼，五体投地，啊，五体投地就是讲，这两骹咱两手甲头壳来头壳低，但是叫做五体。地吼，所以总有是作类啦吼，各请传来依法，此时来讲，请各请传来
依法依法，所以这是伫佛教上来讲，伊是一个传承的一个信物啦吼，信物。所以迄个法，咱我早头讲的，叫做波多罗，迄个印度的叫做波多罗，换做咱中国话叫做应量器，迄个法叫做应量器。但是迄个法，看迄个法，咱我会重新来讲一遍，因为伊有这应量。什么叫做应量呢？应你个人的量，分的量可能较少，你袂当用4大法法，你若要甲牵大法，你就用起来嘛。牵到你若摕小法，你就无法度，因为咱讲，因为迄个应你肚子的量，叫应量器。看个人差不多食什么程度，伊就爱摕迄个法。那迄个法当中呢，就是迄个喙，迄个喙就是食了呢，阿妈形，迄个法伫过去咧传我喙是食阿妈形。当然，伊只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讲，伊迄个化验，伊若有汤较袂去做出来。这第一个因素会较袂去冷，较袂去冷，这有这个因素。所以呢，因为有一个较无方法，就是讲要老师来伺候，因较无，但是因过去有一个医诊的内底当中，即马拢无用迄个法，所以迄是过去佛陀的时阵。甚至泰国因用迄个法嘛，拢无照因佛陀当时迄个物件，无照，因为伊拢用一个骹子毛，我毛一大互众生得迄物件，互人过生得迄物件，所以进迄个法甲进真中的迄个象征都以象征性，但是拢变，所以迄个法内底当中，会当咧，咱讲的量，色，跟体色量，分做在三种。体就是讲，伊今仔日，伊即个法的即个材质，即个体就叫做材质。即个材质就是会当用瓷器的，咱讲，即个体内这两种物件。但是伊色泽色，袂使用鲜红的。你想我讲找迄个红拢袂使，花绿，迄拢袂使。用花色。迄个房价，迄个干烧啊，迄个红色迄个房价，我色迄款，所以迄个回忆袂感觉足鲜艳，因为迄种按照当时佛陀的规矩咧行啦吼，所以就讲，各请传来医法出世大众，你把这个医法出世大众，互大家认同，你是真正无做传来医法，安尼就对啦。毋过到这个时阵呢，咱来做。一定慢慢把这个物件一直转型，这个专业。所以六种毛好把伊个医法从哪冒出来呢？无错啊。所以伊就就是伫这个当中，伊就讲啊伊甲讲，总有文法，这个定中法师分再一处，譬如就是讲再一处咧讲，五元复修如何去修？五元复修，复就是反复。修就是修复，复，这个复，修，复修，这个复就是反复，修就是修复，就是讲，因为伊咱日，咱换做书因为家己有反复什么物件，有讲什么物件，差不多复修，历经风景的内底当中呢，这个复修的内底当中。诸菩萨，摩萨，迄个如来仙佛的诸菩萨，如来仙复修诸菩萨，复修就是讲这如来仙佛的诸菩萨，如来仙复修诸菩萨，所以这就是讲啥物件？讲当时，做书，你有复修什么物件啦？那这句话当中呢，咱早头捌讲过。这个仙佛的诸菩萨，仙复修诸菩萨，这两句话有讲到三业，有讲到口业，有讲到意业，有讲到身业，有讲到三业，叫做三业清净。那这个复修的这个交代叫做三业清净。那因为今日伊咧讲的就是讲，五元复修如何指导？五元传互咱的教六祖规定，
你有啥物吩咐，有啥物指教，俗就是有啥物指教，要做这个代志，如何这个指修指的指教，指的词，指的是讲这个指教指教，这个修，修就是叫做教修，教修，所教我修，有啥物理念，要互我有所修感受，所以咱就经常想听着当中的，这个叫做这个是啦，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过去拢叫做拢叫做修就是讲爱接受啦接受恁甲有心啦甲意念有关嘛受持啦就叫做受持啦受持这个意思从这里见你甲受这物件你叫我去做这个物件，应该是有差不多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原来有交代落来，要叫阮去爱受什么东西，要安怎去持什么物件，当然人就来讲的，叫做我们三宝心法。咱的三宝心法，你个受这物件，你个受着正法、正法正法，正法就是咱讲叫三宝心法。三宝心法就是讲这物件，咱现管考古学堂嘛，现管考古学堂就是讲阿弥陀佛什么三菩提嘛，伊说就是讲，伊说就是这物件。阿弥陀佛什么三菩提，伫咱一般来讲嘅叫做现管考古学堂嘛，伫佛道来讲嘅叫阿弥陀佛什么三菩提嘛，叫做无上正等正觉嘛。咱今日伫迄个天观就是讲叫做无上。天观就是讲无上玄宗在讲无上，玄宗无上，无上就是讲叫做佛性嘛。这个考古，考古就是讲，咱用心记起来，袂使念出来，迄个叫做正门嘛。你念出来了后，就变成声嘛，色声嘛，色声嘛，色声嘛，有意识见有音声听是听声都就变过来嘛。有意识变就音声听是听声都听声搞音声，不能见如来嘛，不能见得如来的心嘛。所以咱今日就是无上正等，迄个正等就是叫做平等嘛，平等嘛。这个平等嘛，无有无下嘛。我用你用心记起来，咱拄着问题，你用想的嘛。伊讲出来了，就落意啊嘛，讲出来就落意啊嘛。无讲出来，就正等嘛。所以咱叫无上正等。正觉的这物件，就是咧甲你讲因为考古合同，合同就是讲有恶嘛。你合嘅有恶嘛，伊叫做不义嘛，不义嘛，有义，它不是叫做正嘛，不是叫正觉，我叫做正嘛。有恶，它不是叫做正觉嘛，有恶才是正觉嘛。所以呢，合同叫做有恶嘛。这个合就是讲完全合于宇宙的大同，叫做合同嘛。咱甲宇宙星星宇宙完全没有分离嘛，它叫做正觉嘛。它不是偏觉嘛，因是一般定的顺着懂经的偏觉它正觉有正确的觉悟嘛，所以迄个阿弥陀罗什么三菩提，就是咧讲伫咱道中的贡献，来讲显文考古学堂嘛。咱今日佛道过去，伊是传不出正人正觉，但是六祖慧能，伊是五祖的传承物件。当时伊伫金刚经，伊六祖佛道迄个五祖当中，伊用着金刚经的第50分一无所住而生疑心，甲啥人甲六祖慧能证道嘛。换一个解释，伊传来就是这种的
什么呀？应无所住嘛，啊，疑心疑心嘛，啊，应无所住的不什么呀？哦，应无所住的麻烦了呢。哦，应无所住的不空性嘛，就是不清净嘛，就是不无量嘛。哦，应无所住嘛，应无所住嘛，疑心疑心嘛，是不是呢？这个叫无住嘛，这个叫空性嘛。这空嘛，对不对？应无嘛，啊，这叫做空无嘛，这叫空无嘛。啊，这个呢，疑心，这叫做妙嘛，叫妙有嘛。一生一个心起来，疑心，哦，这叫妙有嘛。哦，啊，这个空无，空无嘛。啊，你有这个空跟妙，这个有跟这个无，对吗？所以咱我照看嘛。这个叫色，这个叫做空嘛，那色必空嘛，啊空不异色嘛，啊色即是空嘛，啊空即是色嘛，好，那么好，这色空不二嘛，色不是不二嘛，色在空中不在色中嘛，那个色空不二能够断万缘嘛，啊受空不二在心肉境嘛，啊想空不二在指空间嘛，哦啊心空不二能够住在